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6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68天。同时也是普京要求俄军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的负2天。今天特朗普已经成为美国第47届总统已经宣誓就职现在已经超过24小时。俄乌双方不仅没能停火，接下来感觉恐怕还要打得更激烈，还要大打出手。无论是普京还是特朗普，他们美好的愿望或者他们的幻想，首先已经破灭。这个不是他们幻想第一次破灭，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破灭。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苏德扎，也就是库尔斯克州和这个奥里霍夫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据称准备在特朗普就职后发动大规模进攻。至少说明俄罗斯部队俄军现在还是很紧张，因为防着乌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俄罗斯的这些军事媒体自媒体他们还发布了很多乌军继续向库尔斯克运送装备，那些坦克和装甲车似乎都说明乌军确实在向库尔斯克地区集结俄军不仅未能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反而乌军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库尔斯克。大家也知道这个让地波老人非常被动颜面扫地迫于无奈地波老人请来了帮手，也就是精兵也就是曹县部队。哪知道这个曹县部队也是名声在外，这个曹县部队没有体现出他们的什么所谓的战斗力，他们对现代化的战争缺乏了解，根本不适应，用的还是二战那一套人肉冲锋，靠的就是不怕死，大量的消耗俄军的军粮，给俄军的后勤补给增加了很多障碍和压力。不光这样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杀死俄军。2025年1月13日，也就是1周之前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大索尔达斯科耶地区杀害了5名俄罗斯士兵，并且携带枪支和弹药潜逃。3名朝鲜人被指控对他们的搜寻工作已经持续了1个多星期，也就是这个库尔斯克的内务部已经发出通告，四处通缉这3名朝鲜士兵。这个事情可信度非常大，我记得我在咱们的这个视频里面转发过一个大国的人名字我忘了，他不是加入了俄罗斯雇佣军吗？然后他跟人直播连线的时候说的，他就谈到了俄罗斯士兵欺负他们这些雇佣军，尤其是欺负他们这些黄皮肤的，让他们劈柴让他们挖战壕，干那些苦活累活。那名大国人在直播连线的时候扬言说，总有一天要搞把大的，要上新闻上电视，要把他那个营地的那个指挥官和那些俄军士兵全部突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有可能他说的是气话，但是至少反映了战场上一个态势，就是俄军士兵和这些雇佣军和这些外籍士兵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在这种背景下，那朝鲜士兵受不了这个压迫，他先突了几个俄罗斯士兵，这就变得顺理成章，就可信度非常高，没有什么不可能。那名被枪杀的5名俄罗斯士兵是来自于810旅的，就是俄罗斯的海部旅这个乌克兰的媒体他整理了一下，就是2025年1月份这个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和油库这个用无人机轰炸所取得的成果，说自2025年以来，乌克兰无人机连续数次瞄准恩格斯和沃罗涅日地区的油库，俄罗斯的电子战和防空系统对此无能为力。1月4号，乌克兰无人机飞行了900多公里，成功击中俄罗斯列宁格勒地区最大的海港，叫乌斯季卢加。1月8号，乌克兰无人机飞行了1000公里，击中了恩格斯的一个军用机场提供燃料的油库。我记得这个油库爆炸起火就烧了6天6夜。1月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因无人机残骸引发火灾，这当然是乌军的无人机攻击的结果1月11日，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和一些俄罗斯城市遭到攻击，距离边境500公里的新罗西斯克港口发生了火灾。1月14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恩格斯的一个油库喀山奥辛特兹工厂，也就是那个火药厂萨拉托夫炼油厂和布莱恩斯克化工厂。1月15号，在距离乌克兰边境200公里的俄罗斯沃罗涅日地区，一座油库开始
爆炸起火。1月16号，在飞行了400多公里后，乌克兰无人机抵达坦波夫火药厂，参观了坦波夫火药厂。1月17号，乌克兰无人机再次袭击了恩格斯的油库，俄罗斯人刚刚设法扑灭了一场持续了6天的火灾，这是2周内第3次袭击。1月18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图拉和卡卢加地区油库。1月20日，喀山一架飞机场，也就是直升机那个米8直升机制造厂设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还光临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地区一个大家熟悉的油库。1月21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离边境300公里的俄罗斯叫斯摩棱斯克市的军工设施。由于乌军持续不断的对俄罗斯的炼油厂和油库进行打击，先不说打击的成果怎么样，就到底给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给俄罗斯的这个后勤补给造成多大的伤害。单单说这俄罗斯人用来灭火的这个灭火器材现在出现了短缺俄罗斯没有办法，恐怕也要得加大进口。但是进口这个你得花外汇你的钱呢？这个乌克兰人无人机虽然飞的距离非常远，1000公里，但是人家造价很便宜，就这么消耗的话，俄罗斯是消耗不起。乌克兰人那个远程的无人机都是自主研发的，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燃油的供应造成多大损失呢？这个具体的数字咱们没有，但是从俄罗斯这个国务院一次又一次的延长这个叫汽油出口禁令，你就能看出乌克兰持续不断的对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了多大伤害。本来俄罗斯靠出口汽油它可以赚外汇它汽油柴油出口到欧洲，这是成品油但是现在因为俄罗斯国内它紧缺所以只好禁止出口，优先保障国内使用。1月21日消息说法国特种作战部队士兵最终抵达库尔斯克地区。据库尔斯克媒体消息，乌克兰消息人士证实，从电报频道特种部队天使的报道中得知，北约特种部队出现在库尔斯克地区。据特种部队天使作者称法国自卫队最终进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占领的部分地区，作为对所谓北朝鲜部队存在的回应。据推测，法国特种部队是作为乌克兰部队的顾问抵达库尔斯克地区的。该频道作者写道，应该指出西方专家积极参与作战行动，直接采纳经验，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研究现代战争的战术。此前有报道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苏扎集结大量北约装备。这个目前法国和乌克兰都没有证实这件事情，但是有很多媒体报道说法国的特种部队已经进入库尔斯克，这个值得关注咱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立陶宛向乌克兰转交新一批军事援助，包括立陶宛制造商生产的数千架无人机，以及热像仪和5吨装载机。这个立陶宛这个弹丸之地居然也是倾其所有在援助乌克兰。还有一个就是拉脱维亚、波罗的海3国乌克兰士兵又一次收到拉脱维亚人民援助的40多辆4轮驱动汽车，连同无人机、计算机设备、发电机和充电站等重要物资，将被运送到乌克兰14个作战旅。1月21日，塔斯社报道乌克兰财政部在欧盟经济与财政事务理事会会议后发布声明表示说乌克兰计划在2025年从欧盟获得306亿欧元的预算支持。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表示自2022年2月以来，欧盟一直是乌克兰直接预算支持的最大专注方。乌克兰从欧盟国家累计获得了450亿欧元，用于优先预算开支。2024年欧盟预算支持占乌克兰外部资金来源的40%以上，总计161亿欧元，其中包括30亿欧元的捐赠，剩余为优惠贷款。2025年欧盟拟向乌克兰提供306亿欧元的预算支持，一边是欧盟对吧几百亿欧元的支持，一边是俄罗斯自己苦苦的独立支撑剩下的那些什么伊朗、什么朝鲜，那都是去薅鹅毛占便宜去的这些国家都不是省油的灯大家还知道这个摩尔多瓦的那个德佐地区吧？由于乌克兰把那个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也就是给它停掉了，不再输送俄气，所以导致那个德佐地区没有天然气。那个德佐地区因为它是亲俄地区现在已经陷入混乱，不仅缺能源，因为它一旦缺能源，它很多经济工厂都停产，设备没办法启动。但是它又是亲
亲俄地区本来啊指着俄爹能帮他，但现在俄爹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无暇顾及啊德佐地区。摩尔多瓦总统桑杜表示啊，只有俄罗斯军队从该地区撤军，摩尔多瓦才准备向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提供财政援助。人家提出要求非常合理，对吧？你俄罗斯啊，你从那儿撤军，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这俄罗斯人描绘的，还有黄俄所描绘的，都是欧洲人被冻死，欧洲人到处捡柴火烧啊，因为他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啊。但是很遗憾的是啊，这一幕啊没有在那些俄罗斯不友好的国家中发生，对吧？这种灾难偏偏降临到俄罗斯的小弟身上，就俄罗斯的附属啊德佐地区，你说这是不是讽刺啊？没有能源啊，这个德佐地区不仅仅是如何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的问题，而是要如何拯救德佐地区经济问题。武器不能当饭吃，士兵啊也必须存活，就是驻扎在德佐的俄军，那也是面临冬天的这个严寒。既然啊摩尔多瓦总统桑杜啊明确提出俄罗斯军队要从该地区撤军，那这就是个信号，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德佐地区啊又要发生变化。这个普京啊痛失叙利亚之后，恐怕又一次的啊要痛失德佐地区。所以说啊，迪波老人发动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啊，你现在回头看看，真是得不偿失啊。还有黄俄在那儿尬吹说俄爹赢麻了，应该有很多网友还记得有一部非常火的韩剧叫《大长今》啊，不过这个韩剧有些年头了啊，当年在中国啊非常这个火爆。这个《大长今》里面的主演叫李英爱，他以个人名义啊向乌克兰捐赠1亿韩元，大概是美金7万。你看，这就是所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还是组织还是国家还是国际机构，大家都大张旗鼓的光明正大的敲锣打鼓支持乌克兰。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说我支持俄罗斯？谁要说那个国家支持了俄罗斯，那个国家肯定，对吧？所有的喉舌都上，什么日报，对吧？什么电视台都痛斥别人污蔑泼脏水，我们没有支持俄罗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总结出这个现象？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就是这些国家他也知道支持俄罗斯是不对的，知道俄罗斯是要遭到人唾弃，所以你说我支持俄罗斯那是污蔑啊，我得骂你。如果说我认为俄罗斯是对的，那我支持他天经地义，俄罗斯是正义，对吧？你越骂我越光荣。所以从这个啊，哪怕是伊朗和朝鲜，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援助俄罗斯，对吧？还有其他国家啊，一说他援助了俄罗斯，他就急眼，他就要写评论文章，对吧？开动机器开始骂，也说明这些国家心里都有数，对吧？道义正义在哪边？这个特朗普一上任啊，那关于俄乌战争现在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呢？特朗普，对吧？这回，对吧？应该把自己的计划要和盘托出了吧？他以前他说我这是在竞选啊，我不能告诉你们，24小时停火，这要保密。现在你已经当总统了，宣誓就职了，你得开始践行自己的诺言。我们看看这个特朗普是怎么说的啊？这个特朗普啊，他说啊，普京应该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不达成协议，就是在摧毁俄罗斯。特朗普还说啊，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俄罗斯将面临大问题。他说是的，我会与泽连斯基谈谈，但他告诉我他想达成协议。我的意思是，泽连斯基想达成协议，我不知道普京是否想这样做，也许想，也许不想，我不知道，但他必须做交易。我认为他不做交易会毁了俄罗斯，我认为俄罗斯会有大麻烦，看看他们的经济，看看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因此我希望我和普京能保持良好关系，找到共同点，而且你知道我希望他想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啊，所以特朗普现在啊已经没有那个当初竞选的时候那种豪气啊，什么24小时停火就是扯淡，而且他现在已经不像竞选的时候一味的压乌克兰，一味的贬低泽连斯基，把泽连斯基形容成一个乞讨者。泽连斯基这一次啊没有被邀请去参加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我个人分析啊，纯粹是因为特朗普啊害怕泽连斯基抢了他的光芒，盖过了他的风头啊，或者啊让特朗普的形象不再那么高大，不希望泽连斯基夺了特朗普的风头啊，让特朗普的光芒暗淡下去。但我认为这是主要原因。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纯粹是外交上面，对吧？是一种平衡术。就是如果邀请了泽连斯基，那他邀请不邀请普京？如果不邀请普京，那么他后面的这个对俄乌战争的斡旋呢，就稍微被动一点。当然，我认为主要原因啊，还是特朗普不希望泽连斯基抢他的风头。这个美国的新的国务卿卢比奥啊，他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跟特朗普啊已经不一样了。这个卢比奥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表示啊，他
他无法为结束俄乌冲突设定一个时间表，但双方都必须做出一些让步，因为这是解决任何冲突的自然组成部分。这个卢比奥所说的让步啊，他没有说，他说双方都要让步，那就是乌克兰也得让步，俄罗斯要让步，怎么让步他没说。至少卢比奥比这个特朗普要务实一点，也就是说啊，你没有办法设一个时间表。美国是个调停者，美国强大，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同时摁住俄罗斯和欧洲。特朗普也没这个能。从特朗普上任这2天来看，目前还是个嘴炮，就是他抢风头玩噱头这个本领还是很厉害的，但是真正的落地能不能达到预期，这个不容乐观呢。首先你看法国人家跳出来反对，新华社获悉据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就职当天，马克龙就俄乌冲突发声，俄乌冲突不会在明天或后天结束。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俄乌冲突结束不是你特朗普能决定的，对吧？你说今天，你说明天，你说后天，你都是扯淡。马克龙20号向法国武装部队发表讲话时称，这场冲突不会在明天或后天结束，重要的是给予乌克兰坚持下去的手段，并使其在未来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马克龙还称当冲突停止时，法方面临的挑战是向乌克兰提供其领土上不会再次爆发战争的保障，也就是派部队要进入法国。这是马克龙的说法那法国总理说的那就更过分。法国媒体报道说，法国总理贝鲁20日表示，你看他们都是20号，都是特朗普上台，正是大喜的时候办酒席，对吧？正在吃席宴请全世界这个贵客来参加他的就职仪式，正是办喜事的时候，这法国总统和总理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欧盟去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好像只有一个意大利的总理，就是那个女的，对吧？欧盟的重要人物都没去，你比如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法国、德国好像都没有去人，也就是高级别的，就是特使之类的这个法国总理贝鲁20号表示他说，如果法国和欧盟不采取任何反应，他们将被今天就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政策压垮。说美国已经决定通过美元、通过产业政策、通过夺取所有研究和投资来实施令人难以置信的主导政策。他认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就会被统治、被压垮、被边缘化。这个决定取决于我们法国人和欧洲人，因为没有欧洲就不可能实现复苏。从这个法国人的这个视角看他们遭受俄罗斯的叫军事方面的侵略和压力，同时又遭受美国特朗普政策的叫经济上的压迫。欧洲人恐怕随后会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军事上面是俄罗斯的威胁，经济上面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关税这种大棒，也就是威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战打到最后恐怕这个世界就变成欧洲、美国和大国三足鼎立。以前是欧美、俄罗斯和大国这么一个三足鼎立，再打下去俄罗斯就没了，欧洲和美国之间出现裂痕。你看这个特朗普他不仅口头上对吧压这个乌克兰，他行动上也开始。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首日签署一项涉及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行政令，该行政令要求暂停美国所有对外援助项目，为期90天，以评估这些项目是否符合他的政策需要。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恐怕就涉及到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这些武器和装备。好在它只有90天呢。大家还记得去年2023年底到2024年年初有将近5个月美国没有给乌克兰援助，那就是那个援乌法案在国会通不过那5个月乌克兰都坚持下来了，你现在这90天算什么呢？我们再看看俄罗斯，这个财联社报道说1月20日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俄方对美国新的行政当局就乌克兰冲突开展对话持开放立场。普京还表示，俄方从未拒绝与美国当局进行对话，俄方准备同任意届美国政府进行平等合作，但双边合作应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以及考虑到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其中包括在巩固战略稳定与安全方面的作用。这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很有意思这俄罗斯在全球的这个战略稳定安全方面的作用，你不捣乱那就是做贡献，需要你起什么作用？你不侵略乌克兰就没事。正如这个乌克兰的外长西比加说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全球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乌克兰或欧洲问题。普京发动这场战争不仅伤害了全球南方，还引发了粮食、能源和安全危机。通过拉拢朝鲜和伊朗，
它正在将战争扩展到印太地区和中东。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新的全球安全秩序的形成。如果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得到奖励，这种秩序将极其不稳定。相反，如果这些战争以公正的方式结束，尊重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那么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安全。乌克兰的和平与正义对其他地区和平与正义至关重要，包括印太地区、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将继续与全球伙伴合作，为这一目标努力，确保莫斯科不再成为全球不稳定的根源。这个普京认为自己在全球战略和安全中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恰恰相反，俄罗斯才是全球不稳定的根源。1月21日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准备工作尚未开始。当记者问及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团队是否已与克里姆林宫取得联系，以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是否已经准备时，佩斯科夫回答说还没有，说明俄罗斯人很着急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着跟特朗普通话希望特朗普能拉他一把，赶紧停火。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现在经济已经到了极限，这个特朗普都已经指出对吧？再打下去俄罗斯就毁了。这个某种意义上不是特朗普恐吓普京事实就是这样，俄罗斯的经济马上就崩溃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季莫费耶夫近日表示，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实际上用尽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手段，西方对俄制裁已达到极限。这话怎么理解呢？正确的理解是，俄罗斯的经济在西方的制裁下，第16轮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达到了极限。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俄爹又冲黄俄下手了，这叫饥不择食根据这个哈萨克国际通讯社报道说20车大国货物在俄边境被扣，哈驻俄使馆发照会交涉。你说这叫什么事？大国20车货物在俄罗斯被扣了，哈萨克斯坦驻俄罗斯的大使馆跟俄罗斯交涉，要俄罗斯把货给放了。这个哈萨克斯坦政府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在回应议会下院议员质询时表示，哈萨克斯坦过境货物在俄罗斯境内遭遇滞留，主要原因是俄方对特定商品出口实施了限制措施。朱曼哈林指出俄罗斯海关扣留哈萨克斯坦货运车辆是由于俄罗斯政府于2024年10月15日修订了2022年3月9日第313号决议将此前仅针对特定商品的出口禁令扩展到更多类别，包括无人机、军服、发电机、电池等，禁止这些商品运往欧洲、美国、乌克兰等特定国家和地区。然而，俄方在实施新限制措施前，并未事先通知哈萨克斯坦，而是单方面采取了行动。据统计，目前有20辆从大国经由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运往欧盟的货车在哈俄边境被滞留，这些货物均属于去年10月被俄罗斯禁止出口的类别。朱曼哈林补充道根据俄罗斯法律，违反出口禁令将被处以5万至30万卢布的行政罚款，可能没收货物。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哈萨克斯坦驻俄罗斯大使馆已向俄外交部发出照会，针对来自哈萨克斯坦货物的管控符合其出口管制规定。这是俄方回复说属于国家主权范畴。俄方称为了防止这些商品被不友好国家所利用，你说是不是俄爹已经饥不择食了？就是大国的20车货物要运到欧洲去，然后他用的就是哈萨克斯坦的货车，那经过俄罗斯的时候就被人扣下了，货物被扣下，理由就是这些东西是不能出口到欧洲的，不友好国家。问题这些东西是大国的，你看就是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这就是打劫。不服是吗？不服找加头老师或者找胡一金老师或者薇薇老师都可以。这还不算更有离奇的事情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以前也说过，已经发生了今天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汽车再遭炮轰，俄罗斯发文指责耐腐蚀性不如欧洲车的1/3，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个俄罗斯的权威媒体评测报告他对中国车做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详细的评测，不仅对中国汽车质量和性能提出质疑，更让不少准备购车的俄罗斯消费者陷入了困惑。这篇长达数万字的测评文章相当尖锐地指出了中国汽车在耐腐蚀性、底盘表现以及电子配件等质量方面的不足，甚至直言某些
性能还不及欧洲车的1/3。当然啊，这个评测呀又附上了大量的图文和视频，它不是随口这么一说啊。那到底中国出口俄罗斯或者在俄罗斯生产的汽车是不是真的这么不堪，质量这么差？这个咱们不做评判，我只说啊，我以前节目说过了，等到俄罗斯啊一旦停战，他一旦缓过神来，一定回头啊找某些国家算账。现在啊好像是蜜月期，开始买你的东西，卖你天然气，等到他缓过来，他现在是被迫的，没办法，等他一缓过来，他就是你骗了他，你坑了他，你得赔钱。哎，这就是俄罗斯人的底色，对吧？有些国家吃俄罗斯的亏，上俄罗斯的当，难道还少吗？就是不长教训。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